跟住咧，我突然間喺度諗起咧，因為我突然間喺近排喺 YouTube 嗰度咧就見到呢個 Angry Video Game Nerd 啊。咁啊，即係呢個專屌以前啲舊紅白機 game 啊，或者嗰個年代嗰啲劣質遊戲嘅一個 YouTuber 啦，咁啊好出名噶啦，我哋之前都有講過。咁跟住咧，我就即係琴日見到佢有條新片咁啊，講魂鬥羅4咁樣樣啦。咁我以前細個有玩過咁樣。咁跟住就突然間喺度諗啊，點解咧？即係呢啲舊遊戲啊，或者舊電影啊，但係即係嗱。仲係一啲唔好嘅舊遊戲同埋唔好嘅舊電影，即係譬如阿文你睇嘅《黑豹傳說》呢啲，跟住點解會形成咗一種創作方向，就係大家會一齊，即係未必一齊啦，睇完佢，然後講翻套戲究竟有幾爛啊，爛咗喺啲咩嘢位啊，咁樣即係點解會成為咗一個創作嘅題材呢？咁樣我喺度琴日喺度諗，突然間。甚至乎即係 Angry Video Game 咧，佢係一個百幾萬嘅頻道，佢做 review 過啦，其實都係某程度上係一種遊戲 review 啦。佢探討翻點解嗰啲 game 會咁撚差，而大家又會係啊咁樣睇咧，會有種同感嘅咧。跟住我就覺得其實咧，佢係一個集體嘅創傷治療嚟嘅喎。因為點樣講？咁特別係即係你嗱咁，你若果2000年後其實啲 game 都越嚟越好玩㗎啦，其實即係你好少話見到啲 game 係差咁犀利，但係以前你可能話紅白機年代嗰啲，有時候我哋資訊全部都咁快，係分分鐘係隻 game 出咗個幾禮拜之後呢，你先至可能喺雜誌嗰度你睇到嗰個遊戲嘅評論、個評級、個評價，甚至乎再早期啲紅白機係冇，你只能夠靠嗰盒帶嗰個封面，咁你先即係你睇完哇啲畫畫得勁靚喎，咁你買翻嚟點樣插落去，原來係嗰餅帶係。即係玩法係奇差，咁就因為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咁嘅詐騙啦都可以話，咁啊令到嗰個年代嘅我哋，因為我哋打機嘅時候係冇得揀噶嘛，就係得呢啲 game，就係得嗰部機，而且你買每一隻 game 其實就係一個 quota 嚟噶啦，咁所以咧我哋其實係被逼咧集體咁樣經歷咗呢一種創傷，而係喺細個嘅時候係無法化解嘅。即係你若果買咗隻閪 game 咧，你喺個位你卡關咧，你就嗰個位你係離開唔到。甚至乎你係一定要強制自己，一定係要繼續過關咯，不斷咁樣重玩第一關100次啦，可能起碼。咁所以呢件事咧變咗係我哋大個咗啦，幾廿年後之後，我哋一齊攞翻呢隻 game 出嚟，或者攞翻套戲出嚟咧，然後去講翻呢隻 game 究竟做錯咗啲乜嘢啊？點解咁虐待啊？即係屌翻呢啲 game 嗰個咁撚癲嘅設計呢啲位咧，其實係即係令到我哋有一個集體療傷嘅機會咯，重新經歷過，跟住就講翻笑翻呢件事。咁跟住我就覺得啊，其實咧點解呢一種屌 game 或者屌戲嘅 YouTube 創作會好睇咧？其實就係因為我哋係受過傷啊集體，咁所以咧就去透過呢一種咁嘅分析咧，去講翻究竟呢套嘢有幾差，咁而卡落去好似一個佢係一個療傷嘅集體回憶咯。咁所以我就覺得啊，其實即係咧有時專登去可能做一啲爛 game 嘅評論咧，嗰件事咧其實係有一個背後有一個咁樣嘅意義喺度咯。